創造天地萬物、掌管一切嘅天父上帝，我哋嚟到你嘅寶座前，獻上最誠意嘅禱告。現今世界局勢非常緊張，我哋親眼睇見民攻打民，國攻打國，坊間亦有好多有關天災將發生嘅預言流傳。求你叫我哋信心堅定，唔被紛亂嘅環境影響，深信神你仍在掌管，包括國家領導人嘅心，止息仇恨，以和平理性嘅方式處理事情，亦使戰爭所帶嚟嘅傷害減到最低。神啊，我哋要等候你，